人生多選擇都真係幾痛苦㗎。阿媽話我生得大份，所以揀老婆最緊要就係揀返個細嘅，講緊係細字個細啊。兩位都咁正，究竟揀熱情啲好，定係酷啲好呢？嗨，我叫櫻桃小嘴啊，做乜都咁細節。Hello，我叫碧碧啊，佢個嘴係細，但講到細緻喎，梗係要大先至可以覆蓋到人哋做唔到嘅位啦，咁先叫細緻噶嘛。兩位渴望得到愛嘅少女，等我嚟做評審，分析下大嘅好定係細嘅好。見無私心，準備開始。30勝出嘅係。實驗證明一石無遺，仲要夠快覆蓋夠大。講到細緻，你要搞搞你啲數啦，用埋晒啲細機頭，搞到脫到一笪笪啊！識脫梗係用 Matte Delays 嘅24mm 大機頭啦，細緻同覆蓋度都冇得輸啊！咁你以後識揀啦。哦，原來要細緻又徹底，從來都係得一個選擇。哦，原來真係大嘅先好㗎。等我都去揾全港最大24mm機頭搞下啲上路先。